现代台语版圣经但以理书第5章。比沙撒王举行大宴会，邀请1000个大臣来甲伊做伙啉酒。比沙撒啉酒啉甲爽快的时，伊命令人将伊阿公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的圣殿抢来的金器、银器搬出来，互王甲遐个大臣以及王的后妃缀酒啉。人就将对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抢来的器具摕来互王、大臣甲后妃啉酒。因若啉酒，若学了因用金、银、铜、铁、茶、石头做的神明。迄时，忽然出现一支人的砖头仔，伫王宫顶台对面的石下壁写字。王看到写字的手，面就失色，非常惊吓，腰骨无力，脚头有哭哭着。王大声喝，命令遐个惊法术的、星象家占卜的，拢来到伊遐。王甲遮个巴比伦有智慧的人讲：若有人捌遮个字，搁袂晓甲我解说，我就要赐伊一领紫色的外袍，甲伊挂金破链，互伊做全国第3大的。王所有的顾问拢进前，毋过因袂晓读遐个字，嘛袂晓甲王解说遐个字的意思。比沙撒王就真惊吓，面色色，伊的大臣嘛毋知要安怎。太后听到王甲伊的大臣的话，就入去宴会厅，对王讲：大王万岁！你毋免惊吓失色。你国内有一个人，伊有至圣神明的神。你的阿公尼布甲尼撒在生的时，就发现这个人有洞察力，真聪明，亲像神明，遐尼有智慧。恁阿公尼布甲尼撒王有设立伊管理术士、行法术的、星象家甲占卜的，是因为伊有非常好的灵性，有智慧甲洞察力，会解梦，会解答问题，解说奥秘的事。这个人叫做但以理。尼布甲尼撒王搁甲伊号名做伯提沙撒。你现在就通调但以理来，伊会甲你解说这个字的意思。但以理随时互人带去见王。王问伊：你是我的先王对犹大地掠来的犹太人但以理是无？听讲你有至圣神明的神，有洞察力甲聪明，阁有智慧。现在我有调这个顾问甲术士来我遮，爱因读这个字，搁将内面的意思甲我解说，毋过因拢袂晓。我有听讲你真敖解说，会解答问题。但你若袂晓读这个字，搁解说互我听，我就要赐你紫色的外袍，甲你挂金破链，搁互你做全国第3大的。但以理应王讲：请皇上保留你的礼物甲赏品，也是送互别人。但我要读这个文字，搁将内面的意思甲王解说。皇上至悬的上帝有将国家权柄、公营、尊严赐互你的先王尼布甲尼撒王，因为上帝有将大的权力
赐予伊，互遮个民族、邦国，甲讲逐种语言诶人民，拢伫伊诶面前行行行，嘛互伊会当照家己诶意思，互人死，互人活，甲人高升，甲人降低。毋过伊内心自高自大，性情固执，眼中无人，所以上帝将伊对王位赶落去，将伊诶尊严抢走。伊就互人赶离开人群，伊诶心变做野兽诶心，甲野驴做伙大，亲像牛食草，互露水冻，直到伊承认至悬上帝伫掌管世间诶国家，照伊诶旨意选立人治理。伯沙撒，你是尼布甲尼撒诶孙，虽然知影所有遮个代志，毋过你犹原无要谦卑，竟然自高自大，攻击天顶诶主，派人将天顶诶主圣殿内面诶器具带来你遮，互你诶大臣甲护妃用来啉酒。你阁学倒遐用金银铜铁茶石头做，袂看袂听，啥物拢毋捌诶神明，颠倒无尊重迄位决定你生死、掌握你诶命运诶上帝。所以，上帝互一只手出现写遐个字，遐个字是米尼提克勒甲比勒斯，意思是安尼：米尼就是上帝已经计算你诶国家诶年数，要互伊结束；提克勒就是上帝用天平甲你称，你无几两重。比勒斯就是你诶国家会分裂，会交互米底亚甲波斯。伯沙撒就下令，甲但以理穿紫色诶外袍，挂金破链，搁宣布伊做全国第三大诶。迄暗，巴比伦王伯沙撒互人杀死。米底亚人大流士62岁诶时消灭巴比伦国。